两位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今仔个三甲主日，伫主的圣殿来敬拜伊。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从咱的心内的压杂、重担、挂虑，全部拢先放落。只是邀请咱大家安静伫主的面前。 无论咱这礼拜过了安怎，无论咱的心内是毋是幽怨、有野心、忧闷，还是压力，只是邀请咱全部拢交托伫上帝的面前。咱毋要急着要甲上帝求讨啥物。 咱嘛免急着来先来祈祷，咱先将咱的心归回，单单仰望伫乎伊听咱看顾咱的主。愿圣神即是因亲自引带咱，互咱的心来得到安静，得到更新。好使着咱线接来的祈祷。 真正是出于真正的渴慕，邀请大家咱安静咱家己，进入主的同在。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 因为是你是阮生命中真正的快乐，也是阮四维稳当的平台。主啊，当阮心倚靠你的时阵，阮就无惊吓，无失志，无孤单，因为你亲自成做阮的帮站。今仔日阮来到你的圣洁的殿中，毋是阮倚靠阮家己的能力、经验。 乃是单单因为你的恩典，将阮一个一个三甲组织带到你的面前。主啊，阮的心因为你来欢喜，因为你的保守一日过一日，从来毋捌停止。因为你的看顾一站过一站，牵着阮的手直到今仔日。无论阮这礼拜经过什么款的劳苦，面对什么款的重担。 承受着什么款的试炼，今仔日阮拢要放落伫你的面前来得到安息。主啊，这是阮全心全意将所有的颂赞来献予你。愿阮所唱的诗歌，毋单是声音，乃是心灵的献上。愿阮所献的敬拜，毋单是仪式，乃是生命。 因为你配得阮一切的恶乐，配得阮一切的尊严。主啊，愿你感纳阮的敬拜，愿信心亲自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互阮的灵搁一摆来刺起来。相信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一粒渴慕的灵，要来亲近你，来听你的声，甲你三角来结连。愿今仔日的敬拜。 中，阮会当真实来甲你相拄。伫诗歌中，阮得到新的力量；伫祈祷中，领受新的愿望；伫同在中，伫你的同在中得到新的快乐。阮安尼感恩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生乱了无助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看顾你。人生的大雨甲迎面到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赦免，求主耶稣的保护，洗清咱所有的罪，互咱单单用一粒兴起无下事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来求讨。咱三家来祈祷，主啊，我将我家己的罪，来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的保护来洗清我所有罪。我单单将做一个清心无下事来到你的面前。请天父上帝，只是阮安静来到你的面前。放落阮心内微软，单单来用你。主啊，你讲的话，你的话讲，阮若承认家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阮的罪，洗净阮一切不义。天父，阮相信你的应允，也愿意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所犯的罪。主啊，阮承认阮常常嘴讲信靠你，心却完全无来交托你。原来敬拜你，却无时时来顺服你。愿祈祷，却无定定耐心来听候你。主啊，阮承认阮的心容易来骄傲，容易来比较，容易来看家己的较好，无看到别人的软弱。想会对的罪，一项一项来交伫你的面前。阮常时也想将阮所无知觉到的罪，也专门摆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赦免阮所有的罪。主啊，恳求你的赦免，毋是因为阮会肯定，是因为你是信实，你是公义。求你用耶稣基督的保护，洗净阮的心。更新阮的性命，互阮今仔日的敬拜，对悔改来开始，将阮的心重新来献上伫你的面前。愿咱的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这是咱嘛为着咱台湾这个国家、世界的局势，也常时为着复兴台湾正教会，会当成做传扬平安福音、救赎稳定的教会，咱献上咱的祈祷，将咱台湾。这个土地献进主的面前，恳求主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咱三甲出声的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你是掌管一切天地，你是掌管数万人万国拢伫你的手中。主啊，这时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战争灾乱甲不义充满，有人的心失去方向。我们为着这世代来向你仰望，恳求你的怜悯，你来怜悯列国。互动乱战争的所在，会当得到你的和平；互受苦的人会当得到安慰。天父啊，我嘛要将阮所爱的台湾全然交托你的手中，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来使落公义、廉洁甲智慧，掌管这种的成就，互这个所在会当行伫公平甲真理中间。主啊嘛，常是为着咱台湾众教会来祈祷。恳求你的圣神大大来管辖，互伊向你的百姓，互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所在，是火热听主，彼此相听，合一祈祷。愿正教会诚做更加严，勇敢来传扬平安的福音，见证基督救赎的恩典。互更加侪来人礼拜你、归向你，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阿罗你。
这是咱嘛为着咱家己教会兄弟姊妹咱来祈祷，求主保守咱的心，无受到攻击，有平安甲喜乐，有信心甲毋忘，互咱甲厝里的人关系和睦，大家家庭生活的新生命拢会当健康，也为着咱的工作来工作职场甲学校，也是同事同学中有好的人际关系来献上咱的祈祷。相信咱嘛为着经济的问题的稳定，解决财务的困境，也甲个人的身心灵健康，也是有心灵忧伤、身体病痛兄弟姊妹，也是厝里的人，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祈祷。兄弟们，我们就阮家己，搁是阮教会兄弟姊妹，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你是阮的牧者。你知影阮心内的软弱甲需要，恳求你保守阮的心，我们免受到对敌的攻击。我伫你的内面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愿望。主啊，求你帮助阮甲厝里人关系和睦，彼此相听。感谢你，主啊，为着阮的工作、职场甲学校来祈祷。主啊，恳求你的智慧手助阮，互阮伫所有不管是同事还是同学中间有美好的关系。来活出主你的见证，主啊，嘛将我的经济全然交托你的圣手，主啊，求你供应阮一切所需要的，来解决阮所有财富的困境，互阮经历你是丰盛的上帝。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这时阮嘛要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我要特别为着教会中身体病痛、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向你献上阮的祈求。主啊，你知影每一人的状况，你知影阮肉体的痛，也明白阮心内的重担。有的听不是人看袂到的，啊，毋过日日逐工拢压伫阮的心内。主啊，恳求你喜乐怜悯，求你医治的信手灵教，无论是有病痛的，还是突然的软弱，主啊，求你亲自医治扶持。主啊，对心灵受伤、情绪无好、忧伤孤单的兄弟姊妹，求你用你的同在来慰慰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因，用你的平安来甲因三角地地。当因气力无够的时，求你成做因的力量；求因的目屎流干的时，求你成做因的瓦壳。主，阮相信你是医治的源头，你要互阮大家拢会当伫你的平安中来成长，平安中来行走。主，阮要将主啊上时，我嘛要为着失丧亲人的家庭献上阮的祈祷。主啊，你知影因心内的痛，你看见因无法度讲出嘴的哀伤，你也明白迄种失落、空虚，无法度用话语来形容的痛。主啊，恳求你亲自临到因的中间，用你的同在来慰慰因，用你的痛来扶持因。求你差派安慰的信心进入因的心内上软弱的所在，对天来。将对天来的平安甲愿望一点一滴宣示予因。主啊，当因流目屎时，你亲自来拭去因的目屎；当清明时，求你成做因的瓦壳。愿你的安慰超过阮所讲的言语，愿你的平安超过阮人所理解的。求你陪伴因经过这段忧伤、哀伤的过程，求你的疼来引带因，伫因上疼时，知影你无离开因；伫因上软弱的时，知影你有愿甲因，答因抱调的。阮将因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愿你亲自来引带因，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心
是咱为着教会所有的事工，牧者团队中一同工，服侍团队团契首长，全然交托伫圣手，主的圣手。主啊，咱嘛为着咱教会属灵的气氛，人人较无信心，我有充满主能力的祈祷，听从上帝的话语，热情的敬拜，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嘛常是为着咱说到57年的逐项事工来祈祷。咱嘛要感谢主来带领，互咱长所举办小组事工研讨会当顺利来完成。咱总共有261个人，27间教会，甲5位讲员来分享因的服侍的见证。感谢主的引带，互咱富强教会50周年。不但单是咱家己咧庆祝，阁是从主的恩典、主的荣耀来遍传伫台湾这教会。咱为着这个事，咱三教来祈祷。是袂忘将阮所教的所有同工、所有事工全来交托你的圣手。主啊，你呼召阮，诚是你的殿中共同的服侍者。主啊，恳求你将信心的服侍的智慧甲能力，赏赐伫阮的牧者团队中一团工，服侍团队佮所有团契首长干部，互因伫一切事顶面拢有你所赐的力量甲恩赐。主啊，要为着阮教会属灵的气氛、属灵氛围来祈祷，为信心甲伫阮的中间，我要靠无你的同在，欢喜来祈祷，全是来靠无你的话语，用阮的热情的敬拜来荣耀你，互阮教会成做圣神火热敬拜的一个团体。主啊，要搁为着大使命来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你使用阮的教会来勇敢传扬福音，来带人来归向主。主啊，互较侪人灵魂来得到救，来建立主你的国度。主啊，我为着阮57年来一切的安排事工交托你，恳求你赏赐阮合意的心，一切的事工，拢会当照着你的恩典甲旨意来完成，来见证你的荣耀。主啊，要满心感谢你，因为一切的计划、一切的筹备、一切有备且成就，拢是伫你的带领中来完成。伫昨的小组事工研讨会，你赐予你保守来顺利完成。阮看到你亲自来引带无同款的教会、无同款背景的兄弟姊妹，同心来寻求你，合适你的心意。有每一个参与的，拢毋是偶然，而是你美好的安排。主啊，阮感谢你用阮所有的人，互阮不单单是来参加一个研讨会，上时是来建造、装备。我嘛，互你看，我嘛感觉我嘛，互这个事工来，互阮教会来成做一个合一的团队，互阮所有参与伫中的同工，拢会当得到主你的荣耀。主啊，要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互阮说到50年，拢成做你的恩典的记号，将一切献上伫你的面前。感谢主，你来恳求主，你来引带阮未来所有一切，拢会当得到主。看过，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上次咱嘛为着今仔日主日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互今仔日所有的服侍同工，会当伫服侍中来经历上帝的同在，单归荣耀互主。那么上次为着今仔日牧师的传教的信息，来献上伫主的面前。咱三甲出声来祈祷，诚是袂忘感谢你带领今仔日主日礼拜，更加来较无你的同在，求你今仔日伫阮的中间来启动阮，赐了较侪较无的灵、敬拜的灵、乐的灵，我用心灵信心来敬拜你，我将今仔日的一切敬拜、传承、甲服侍，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愿时我祈祷奉献甲信息的分享来荣耀你，来高举你的圣名。我们将今仔日的讲完，咱夏牧师全然交托你的圣手，恳求你高我伊的嘴，互伊所传讲的信息满有能力，成做正兄弟姊妹的造就甲安慰。愿阮今仔日所做，拢会当
为着荣耀你来行，将一切的荣耀归伫你。愿会感恩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任何的环境拢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免戆赢，也毋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拢免惊吓。就是邀请下机会，咱为座位中来起立，咱大家来敬拜主。伊要保护你，你毋免戆赢，也毋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保护你。虽然有夜色难料无助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看顾你。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照伴，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恩爱，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照伴，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恩爱，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君继续弹，子继续压，咱用这条诗歌来敬拜咱的主。一了剑气压的残阳，风吹你怕风吹关海，每次每一就是心的光，星星轮头可以勇敢。春夏秋冬，上帝看顾因全，可以一家会会寂寞花，我心我欢喜唱乐的歌声，主恩典那感冒，事后拢无散，因为上帝的救爱继续传，年年开花结实变信仰，如今变是为主做工心辉煌，愿上帝你的应要变化，愿我所行你同在大名，愿心我欢喜因当下的时光，上帝情你的根永远拢袂散，彼此相听的是爱继续呀，时时见证主听真动话，传承使命代代。
声，主阮的那甘露，赐予拢无煞，因为上帝的经爱继续看，年年开花的新典新影，如因变心，为主这工心归我，愿上帝你的荣耀变满，愿我所在你同在大名，愿心大欢喜，听当下的时光，上帝亲你的歌，永远拢袂断，你做啥听的是爱继续听，时时见证主听真变化，万心思念，代代人生无忧愁，愿上帝你的旨意去请，愿我所做应当做生命。主呀，风化我的心，我的魂，我的心被我隔离。你把我隔离的路不能行，天啊，你的地就归来，愿你的眼光挂归主题。你的荣耀冠归全地，你统管万物，你替你的人，万国万民拢敬拜你。你是名奇妙，心事为心，你无咱这的事。我心的坚定，我嘴的喝能，主我主你掌管，愿你的眼光挂归主题，你的荣耀冠归全地，你统管万物，你替你的人，万国万民拢敬拜你。你是名奇妙，心事的心，你无咱这的事。我心的坚定，我嘴的喝能，要和我主你掌管。我心的坚定，我嘴的喝能，要和我主你掌管。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父，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极欢喜。万有三甲自极欢喜，何乐上帝这声音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甲万民，何乐天地应用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好，说愿我更
万念世间随如烦恼，实在免惊有主通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早听同心同心，菩萨上帝永远无停，阿罗天父永更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俄罗天顶，阮的主，阮的上帝。若是阮人类万米万物拢要相甲自己欢喜，俄罗上帝，伊所有一切美妙的创造，拢是对上帝你所来，因为你美好的业力，你美好的创造甲享受。互世间人生活伫这个美丽的世界，享受上帝每一项美好的享受。当阮静静思考、观察，阮就知上帝你的听是无限量。互阮经历了上帝你奇妙的恩典，阮更加感谢你，互阮领受到主耶稣基督宝血拯救。互阮有一个永远活的生命愿望，这是阮对主领受上倍的恩典甲祝福。所以阮即时正是阮的今日聚集伫遮，同心敬拜，阿乐感谢。我将阮的祈祷来透过阮的后叫，到伫主你的面前，愿主你接纳阮今早起的敬拜，以及阮伫你面前的祈祷。领受主你活命的话语，哦，这个礼拜荣耀为着主，众人拢得到大大的勉励甲造就。阮伫你面前，安尼感恩恳求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请由阮徛地吼，咱要来纪念这个较长小可吼，这是尼西亚圣经吼，1700年前咱的教会所写的。咱做伙来读明白内面这个圣经内面的假释，做伙来。愿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美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父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一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圣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丢彼拉多入来，为咱定十字架，受咱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过活上天，现在坐伫父正名，伊要用光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愿信享受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道、属道的教会，愿各背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愿期望死人过活，来世活命。阿门。感谢主，请坐。这是咱来启应，启应文51篇，启应文51篇。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会溃烂。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因会亲像风波未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
严咧教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伫今仔日的早起，你使阮有健康的身体，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虽然世界局势动乱，但是你犹原使阮一个安静、安全的所在，互阮会当伫遮自由来敬拜、学到你。阮相信主，你的圣灵也甲现在伫病厅中，也是因为世上事物无法度来教会的兄弟姊妹同在。你的听，你的权能甲医治，也要伫因甲陪伴因的人的心中，互每一个人拢会当伫无共款的所在，也会当做伙来敬拜你。特别我要为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圣灵，阮欢迎你来，邀请你进入每一位较无你的人的心，洗除阮内面的罪，互阮拢会当成做你圣洁的殿，是你乐意徛起的所在，使阮有开的耳。有软的心，会当来领受主你今仔是要对阮讲的话，所以阮也要为夏牧师来祈祷，求你赐下智慧甲启示的灵伫伊的身躯中，互夏牧师将你的大信息宣讲出来，来勉励安慰建造众兄弟姊妹。主，阮愿你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得到荣耀，愿你的荣耀充满这个殿。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看见这个战乱的世界。有时阮也会担忧，但是主，阮知你犹原掌管伫这个世界。你是世界的主，阮只有爱学习要较敬虔、听候、祈祷伫主你的面前。阮愿主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亲像行伫天顶。阮也愿意分享，互人知主你是安怎样伫阮个人甲阮教会行了何等大的事。对安尼，阮要搁较谦卑，求主来使用阮教会所筹备50几年逐项事工，为着昨昏小组研讨会，阮献上感谢。阮也要将后面不管是祈祷、敬拜团，还是圣歌队的观摩，阮拢将这事工放伫你的手，求你使用阮，诚做你的器皿，来成就你美好的旨意，诚做众人甲众教会的祝福。主，我要讲，我伫遮，你所爱属你的富强教会伫遮，请你差遣使用我，也愿你伫你所建造、创造的这个世界中，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荣耀。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强守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第一位，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1到13节。约翰福音第1章11到13节。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律约。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第二处的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2章18到19节。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出外人，毋是骄民，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家内的人。以上愿主祝福伊的话，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奇妙真神。献诗后要请咱夏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因为主耶稣。
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圣乐队带咱唱这首《奇妙真神》，啊，这是上帝给咱一个美好的应允，愿上帝施恩赐福。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福强教会真有福气吼，咱昨昏聚会一日，今仔日搁来到主面前，来参加主日礼拜。昨昏咱教会举行咱今年度50禧年吼。第2场的大型的研讨会，就是邀请台湾正教会甲咱本会兄弟做伙组织吼，有足侪感恩的事啦，到将是吼，全台湾有20几间的20-30间的教会，有的对花莲，有的对北部，吼，有的屏东、台东中部逐个所在来到遮。就是为着要三甲来学习即个小组事工对教会的重要性，实在是真甘心吼。第二是，咱发现讲，咱的富强教会伫即个大型200-300人的聚会中，咱有发挥兄弟姊妹大家分工合作，伫大家角落做服侍。互遮个外来参加各教会兄弟姊妹有真大的即个好感甲评价吼。这实在是咱毋是讲为着50禧年大家安尼突然间动员起来闹热欢喜安尼就过，是因为咱确实有咧操练，有咧门徒训练，有咧小组的即个栽培，有咧分工的合作。这拢是上帝互咱美好恩典。咱讲正教会来，大家做伙领受，但是咱受上大、上好、上深美好的栽培，就是咱本教会，咱兄弟姊妹。所以昨昏大概真侪人在场的，大部分真侪人拢也伫遮做伙学习。所以咱伫遮彼此来勉励讲，感谢你美好的服侍。好，来，咱甲隔壁祝福一下，来。真侪教会大细间不管会友济少也不管，但是当一个事工来的时阵，看见遮个参与的人，因的态度、因的服侍，就知影这间教会到底有咧训练无吼？这间教会有咧动心无？这间教会有领受上帝恩典无？因为昨昏这个研讨会，伫我咧准备有咧分享中间，就想到即个主题。即个主题就是讲，咱小组吼，咱本来就有做礼拜咱有大礼拜，嘛有团契是安那爱小组，遮个讲员做伙讲，各站面拢有讲到啦吼。其中我有一个领受，就是讲，咱甲无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无共背景、无共年龄，也是无共教育程度的兄弟，做伙组织伫遮，是咱因为主耶稣，咱成做一家人。所以我感受到讲，咱的圣诗吼527首，小等下咱要来唱一遍啦。毋过我要先甲这篇这个诗内底的歌词，正做咱今仔日学习的一个内容安尼吼。小等下咱会做来复习这个经节。圣诗527首，咱以早是咧唱地歌，后来咱2009年咱的新圣诗编印出来，发现讲，这首诗嘛，正做咱527首的圣诗。伊讲咱正做一家人，这个是一个咱拢真清楚熟悉的标语啦。但是要紧的是下面这句，
因为主耶稣。圣诗咱诚做一家人，伊讲出了基督徒这个群体，咱这群人的群体的特质本质，毋是因为血缘，毋是因为血缘，吼，毋是讲啊，咱有血统关系，啊，你是我的亲人，啊，是大是细，啊，咱有兄弟姊妹迄种肉体上的亲族的关系。关键是伫倒位呢？关键是伫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咱讲因为耶稣，毋是干那耶稣这个名啊，就互你会自执啦，是呢耶稣基督的救赎。当然，这首诗歌小等下咱会唱，啊，咱伫后面嘛有印这个歌词。咱诚做一家人的主题是啥物呢？讲因为耶稣，咱诚做上帝的家啦。吼，咱家己有家己的家，啊，我家己的家庭伫平湖这边，啊，阮的是大是细，阮的小弟小妹，啊，拢大家家己有亲情关系、亲属的关系。但是你我大家来富强教会，有啦，有时是讲，哎呀，阮兄哥、阮小弟，啊，阮某咪人伫遮，我也对伊来吼，这有即款的关系无毋对。但是，这个主题是因为因为主耶稣，咱诚做上帝的家。过来。毋若是讲一个形式上的家哦，较要紧的是咱得到洁净啦。啊，咱的台语的诗词是安尼写，讲诚做圣，啊，过来咧享受主活命，过来咱欢喜结连伫主的听，互咱有气力面对人生的主题，这个条件甲主题吼。啊，这个主题。遮个侪项拢有真深的意涵伫咧啦，啊，就是总括一句来讲，因为主耶稣迄个生命的拯救甲救赎，因为伊的救赎，互咱大家自执伫遮，啊，咱毋是因为讲哦，啊，你对我有啥物利益，啊，你对我有啥物，我对你有好感，拢这拢检菜是次要的，是要紧是。咱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啊，所以圣经真清楚甲咱教示讲，约翰一章的12节讲，咱读台语就可以讲，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是因有权诚做上帝的囝，接纳主，佮信主，咱就有权诚做上帝的囝。所以你我因为信佮接纳。你我就变做上帝的囝，啊！若是上帝的囝，咱是家内的人啊。你我拢是上帝的囝，吼，属灵的囝子。因为所书2章18节到19节，啊，这是中文的圣经。咱因为圣神来到主面前，我来读台语的。台语18节讲，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同一位圣神来称群拜。伊讲两边的人，就是讲大家无相关哦。对同一位圣神，对圣神啊，咱就群拜，毋是咱有啥物开力，咱有啥物才调，有啥物能力，是为圣神开咱这条路，互咱会当亲近主。啊，所以安怎呢？咱会当亲近主，咱线接来稳定是，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出外人，毋是侨民。伊想暂时徛起的，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家内的人，做国民，做上帝家内的人。最近咱倒伫迄个立法院有咧闹一个纠纷啦，讲有人吼也无放弃伊的国籍，也要来做咱的立法委员，无乱甲吼。无本国的，你是安那有权人问政咧？有毋是本国人，你哪会当参与这政治的事咧？同款，咱因为通过圣神，咱就毋是出外人啊，毋是侨民啊，你我拢是做国民，是上帝家内的人啊。所以，咱这首诗歌内底写讲，因为主耶稣诚做上帝的儿女，咱的身份改变哦，对外人也变做儿女，无关系。你我大家若无伫富强教会相拄，也是讲你伫社会，咱是无熟悉哦。
但是咱因为主耶稣基督身份改变啊，咱叫做上帝的儿女。兄弟姊妹，咱会当安尼了解，就是讲血缘的家庭，无论大家族、小家族啦，吼，也是单亲家庭啦，拢有啦。但是呢，血缘的家庭身份是由父母互你的，父母吼，父母生咱落来，咱才有啊。但是教会属灵的家，咱的身份是对对来，是你主耶稣。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成做伊的囝儿，成做伊的百姓。啊，这个是超过血统的平安啦。有时血缘会带来报复甲排他性呢。咱知影讲社会拢有即款的话啦，吼啊，咱手巧吼，挖来无挖出啦，窟来无窟出，因为咱咧爱家己的人啊。你看咱伫社会吼，拢嘛叫家己的人，吼啊，若有啥物好康的吼，拢咱家己的人先享受安尼吼，有迄种排他性，啊，甚至有迄种拒绝性，有迄领域性啊，这毋能甲我侵犯着。啊，他耶稣基督，互咱的价值超过血统。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互咱是变做接纳彼此，吼啊，袂使阿伊阿六阿三，当然咱人的私心加减拢有这乱足啦。但是咱是爱遵守着耶稣基督互咱的提醒讲，你要接纳。接纳的意思是讲，无论好歹善，无论是关系，无论是年大年小，无论是你社会地位关系，咱拢伫主的内面，因为你我。拢是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咱彼此接纳。兄弟姊妹，我今年初的时阵，我有讲开相关的主题，讲咱的富强教会是一个疼的大家庭。这疼的大家庭，毋是口号来甲促成的。咱这个大家庭50年来，真侪互相无熟悉，有的是早来晚到，有的是较早离开无伫遮。但是咱家庭背景无共款，但是咱自己会当称呼兄弟姊妹。啊，咱有真侪新来的会友，也是讲大家初信。啊，当牧师甲叫伊讲某咪兄、某咪姐，伊会讲足袂习惯的，讲牧师我也比你较少年，你叫我兄、某咪姐安尼吼。因为已经熟习惯讲，伫主的内面无分年纪啦，无分大细啦，吼，较老的咱叫伊兄嘛会使。啊，较少年，咱讲某咪姐嘛是真好，因为伫主内毋是用年龄咧限制，是用保护来认定。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互咱接纳伊。啊，所以咱阁有一项，伫即个因为主耶稣，互咱领受即个上大的福分，是即句话啦。讲因为主耶稣，咱同享丰盛的产业，丰盛的产业。啊，但即个产业，咱随时都知影。毋是俗世迄个物质上的产业，是迄个属灵身份的产业。当然，上帝嘛无讲安尼，恁这世间事毋插啦。耶稣讲吼，恁着先求我的国甲我的义，就一切我要互恁。意思是，我承受即个丰盛的产业，我已经有上帝囝的身份。但世间一切上帝所创造的，你都毋免烦恼，因为这是上帝附带互你的。啊，所以上帝赐予伊的子民的福分甲应允，这就是叫做属灵的产业，是丰盛的产业，是属灵甲永恒的福分。咱自己伫遮，因为主耶稣，所以我欢喜承受这个美好的产业。所以罗马书8章17节安尼讲，讲既然是儿女，就是父士。就是上帝的父士，甲基督同做父士，就是继承人啦吼。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既然咱是囝儿，就是继承人，是上帝的继承人，甲基督平平做继承人。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哦，这是何等美好的这个应允甲赏赐呢？咱竟然会当甲主耶稣同款做继承人。所以咱长老教会圣经告别有讲一句，咱可能会真有印象。伊讲耶稣基督降生就伫世间，甲咱做兄弟，对吧？甲咱做兄弟，讲哇，耶稣
是上帝的囝，咱会甲我做兄弟，就是对这个信仰来。耶稣基督宝血，甲咱领来成做伊的兄弟姊妹，成做承接这个上帝国产业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甲浓缩啦吼，这条诗歌互咱的4项主题。第一，因为信基督，咱有身份，成做上帝的囝。第二，咱因为耶稣基督，咱能进入上帝国，成做伊的百姓，进入这个国度，咱是这个国度的国民。第三，咱因为主耶稣基督，咱得洁净，得到新生命，咱享受着国外的救恩。第四，咱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咱学习啦，努力来追求三听三当行，这就是教会的生命。伊是讲头前这3项，有可能是较属于描述的，属于抽象的，但是落实，这个上帝的家、上帝的囝儿、上帝的产业，咱落实伫这个教会实际生活中间，教会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确实。这个诗歌因为真谦卑，旋律嘛是真轻松好唱，所以真开始还毋是做圣诗的时阵，咱就大家就足爱唱啊。佫这个歌词真有合咱的理解甲心意啦。但是咱要记的是甚物？兄弟姊妹，咱要来学习，通过昨昏咱举行的这个小组研讨会，甲咱要行至50几年，咱要来甲这个耶稣基督，互咱成做一家人，迄个意识佫较坚固，佫较清楚，佫较决心，这才是咱领受上重要的事，敢毋是？所以咱安怎营造，佫安怎经历，成做一家人。兄弟姊妹，第一，咱就是爱超越血缘啦，超越血缘，建立迄个美好的关系。这个关键在于甚物？因为主耶稣毋是口号，毋是口号。是对口号转化做生活的实践。因为主耶稣，我安怎？原来我都照我的私心，照我家己的个性，我是安尼。因为主耶稣，我欢喜接纳，我欢喜参与，我欢喜服侍，我真欢喜研读圣经，我欢喜参与伫各种的研习、门徒训练。伫咱昨昏在做小组研习的时阵，真侪牧师拢讲，咱长老教会161年啊，毋知6、7代去啊吼。一个句吼，咱世俗话讲夜香对拜。一般的想法就是讲，1代清2代明，3代你请我无用，4代吼公马归厝经，已经迄个信仰的感动、信仰的要求无去啊。所以要安怎个倒转来迄个属主的家庭迄款的亲密？有的牧者讲吼，爱去定心传福音啦，爱去定团。你讲我都基督徒，我都伫教会足久啊，阮时代，阮爸母拢伫教会啊，谁人去传福音？是因为去定心来清楚迄个福音的本质，迄个拯救甲圣神的感动。搁一项，因为主耶稣，昨昏你几个牧师吼，甲咱勉励，伊讲好，听到恁的敬拜团传首歌吼，规身躯拢热起来，安尼吼。迄敬拜迄气氛吼，若无热起来，大家做礼拜会感觉冷啊，无心无讲介热切啦。但是咱嘛有讲起讲，包括小组啦、欢喜礼拜啦，包括敬拜啦，迄敬拜赞美，即种是较早咱无的啊。咱若较老岁友拢毋捌拄着的啦。今仔日叫咱徛起来唱歌。叫咱举手歌，叫咱拍破手歌，叫咱摇滑手热手，安尼你会感觉哎哟，袂习惯啊，无自然的啦。若因为主耶稣，你有欢喜无？有影我嘛袂习惯，较早吼，看人个热头咧唱安尼，安尼讲会介奇怪吼。但是因为主耶稣，我欢喜投入，
咱早起的敬拜团带了有够好的啊，但是哦，咱甲听因唱，啊，感觉讲你唱得真好，啊，你是咧看表演啦，是你甲因做伙唱，甚至手比因较大声，啊，毋则是咧敬拜。兄弟姊妹，因为主耶稣这句话真好用，这是因为你来到富强教会，是因为主耶稣。啊，他建立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意识，吼，这团体意识。血缘家庭是生物性的，吼，咱拢知影生物性的。但是属灵的家庭的连结是名誉性的，名誉性的。所以咱嘛有大家咧彼此提醒哦，讲你入来这间教会吼，无代表你是真正属于这个家庭咧，因为你伫遐咧观望，你伫遐咧评价。你在想讲，这间教会互我的服务有好啊，无好？啊，你变做一个外来客，你变做一个消费者，啊，你是甲这个名誉无关系啦，吼，你来过水的尔啦。要毋过，当你是甲主是个名誉，我就认同这间教会。这间教会的好，就是我的好；这间教会的不足，遐欠缺，遐无够。毋是指责批评，是讲啊那安尼，我会当做啥货？我会当加上甚物款？我的温数也好，我的时间也好，我的参与也好，互伊迄个无好变较好，互迄个较好变较完美，安尼才是名誉性，敢毋是？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上帝面前吼，你我大家无论身份、无论背景、无论关系，咱拢是平等的。平等是啥物？咱拢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你我无一个例外就对啦。但是咱的生命的根源是在伫耶稣基督的保护的气力看偌大。无论社会地位、年龄、背景无同，所产生的芥末，完全拢消除。所以耶稣讲。耶稣迄个拯救讲拍看两边的墙嘛，吼，甲咱的墙拍破，甲咱甲上帝隔离，啊，定拍破。咱同心敬拜，同心祈祷，伫灵的内面合一的生命，即款吼属灵的智慧，甚至超过家族性智慧亲密甲深刻。咱会使讲，毋是讲送较好较歹啦。家族性的智慧为家己迄个美好、迄个亲族自然吸引的关系，但是属灵的关系是因咱伫主内合一。因为真正有大人有参差不齐，一定有诶，但是伫灵的内面，咱愿意接纳，咱愿意包容，吼。啊，所以因为主耶稣，咱敞开啦。迄毋是干咱讲必须接纳哦，即摆过来就是讲要哪。消毒，因咱要体验这个主内一家人嘛，咱要敞开，甚至软弱，拢会当互相相接纳。安尼毋则会当搁较瓦近咱迄肉体的家庭，讲咱兄弟姊妹、亲人朋友，有人困难，有人软弱，咱嘛是甲接纳啊。啊，所以同享，咱即个歌词内底有一个同享，毋是干那分享喜乐若定，好消息若定，嘛是分享。分担迄个重担，迄个担大家互相来担，互相来关怀。啊，所以有几项，咱讲好诶，要甲伊较好，但是要避免诶是啥物呢？咱伫小组、伫团契，咱建立迄个安全、无论断诶环境。大家分享着生命中诶挣扎，毋是只干那展现着完美诶一面啦，定。同啊好诶，啊拢抹壁双面光啦吼，啊都好诶，拢啊大家讲伫台面上啊，下面艰苦诶拢无要讲，毋是。家内诶人就是互相分担。啊，所以咱伫主内一家人，就是咱上脆弱诶时阵，有感受到兄弟姊妹诶带导甲陪伴，真实经历到关系内面诶平安。迄关系内面平安，是因为伫主诶内面。我也无孤单，迄款的喜乐。啊，所以分担啊无论断，这是主内家内的人一个足要紧的这个标准。第二是用赦免做关系的丰富剂啦。
咱厝里的人冤家足多啊，彼此无见面的足多啊，兄弟啊无往来嘛足多啊，吼，迄个关系都会安尼啊。更何况讲咱这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咱人的软弱拢加减会凸显出来。但是上好的部分是，大家会赦免，赦免才会让个重新来过啦，吼。所以赦免是咱属灵的家庭一个关系的丰富剂。家庭中关系中间，咱难免足侪冲突啊。属灵的家庭嘛是安尼，啊，所以咱讲因为主耶稣就是伫遮，啊，无咱大家咱讲无任何即个亲属关系啊，若袂合啊，大家切切啊，莫往来就好啊，敢毋是？但是有影，怎莫往来啊？大家不见啊，则安尼较快活。但是你的疙瘩还伫遐。你囥袂了啊！啊，若毋拄着咧，啊，你共一个电梯咧，啊，做伙去卖场啊，坐咧去食物件，哇，两个面对面要安怎？饶恕，因为耶稣。若是社会就讲啊，莫往来啊，哈，莫互我拄着啊，安尼啊。但是伫主内面讲饶恕、饶赦，提醒家己，因为主耶稣，咱的。主导文嘛是安尼甲咱教示啊，赦免阮，亲像阮有赦免别人，因为耶稣基督先赦免咱。啊，咱要学习啦！你讲哇100%完全，有时咱感觉讲咱真软弱做袂到，但是当你饶赦、宽恕，你就帮到一切的重担。所以真正同心合一，毋是讲无意见啦。哦，大家拢安尼一言堂吼，迄都干那迄共产国家才有咧投票投100%的啦。但是嫌隙有甚物意见的冲突，咱犹原伫主的内面要和好。这是超越着家己的情绪的痛。啊，这是伫世俗的社交圈吼，真好伫拄着的。因为世俗的社交圈吼，都大家拢嘛论啥物人的权益啊，论啥物人家己的即个起毛志啊，无好就莫斗阵啊。但是基督徒的关系、家庭的关、亲子的关系，迄个主内家庭的关系，会当修复的，会当修复的吼。咱这首诗歌吼，你若看这个歌词吼，第2段有描述一个真水的画面啦，也是咱最后所要讲的。伊讲有时欢喜当吟诗，有时苦痛当伤悲。这是基督徒上水的画面，因为我虽然甲你无有肉体血缘的关系。但是我伫因为圣神，因为耶稣基督，我甲你共做一家人，所以你的欢喜就是我的欢喜。啊，有的人对着苦难哀伤，嘛是咱的哀伤。啊，这才是营造一个属灵家庭的这个关键。这两句话，当喜乐，啊个当哀伤。罗马书12章15节讲，甲喜乐的人爱共喜乐。伫教会中，别人的成功，咱该学乐，该祝福，该做伙欢喜。啊，看到兄弟姊妹望着福气，咱毋是嫉妒，是真心欢喜。甚至咱足爱听伊做见证，讲啊，我要啦共款甲你领受这款的福气啊，吼！啊，你的恩典，我嘛要得到呢。大家彼此来造就，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恭喜。啊，所以。咱常常嘛伫即个婚礼中间，吼，咱会讲啊，某咪兄弟的查某囝，也是囝儿吼，娶新妇嘛，像咱富强教会全家吼咧娶新妇啊，嫁查某囝嘛，像咱咧嫁查某囝，啊，佫较毋免讲，拄着哀伤的事的时阵，拄着病痛的时阵，拄着挫折的时阵，失去亲人的时阵，咱即句话讲。互咱做伙来度过迄个风影，度过迄个风影啊！伫主的厅内面，咱因为安尼就较有气力
咱无孤单，无软正，也无即个累，迄个心内有软弱。这是超越血缘的夫妻啦，有时比亲属搁较即时，搁较深刻。有时咱知影讲拄某物兄弟姊妹有拄到即款状况，伊的亲人、伊的时代、伊的时岁伫外县市呢，要安怎来？咱的小组是赶过。顶礼拜咱拄到咱教会一位兄弟过往，突然间发生车祸，我看见甲咱的慧龙姐妹的即个小组，甲主持的老师，随时参与伫迄个关怀的动作中间，因为亲人无伫身躯边，即款及时的帮衬是咱基督徒的团体上水、上好的一部分，因为逐人拢会可能拄着喜乐的事、哀伤的事、困难的事，但是因为有属灵的家庭的扶持，咱就较有气力来行过这段的困境。我咧讲，昨昏咱举行这个事工研讨会，是咱教会今年50几年第2场大场的第1场已经伫1月开啊，今日第2场。咱甲等于咱甲咱的容量拢测试过啊，搁来要做，我想讲一定足轻松，因为咱拢经历过啊，咱昨昏是地下室对面的1、2楼，这边的所有楼层拢叮当着。逐个所在咱拢看到咱穿迄领安尼咖啡色的足水的迄个背心真侪人印象深刻呢。拢会私教牧师讲，牧师恁的招待有够好安尼。这是一个操练啦。就是因为咱拢因为主耶稣家来的人，咱就袂轻分啦。为爱搬重米啦，为爱搬桌椅啊，为人添这茶啦，这饼甜点啦来招待人。这拢是咱大家欢喜去服侍、欢喜做。昨昏咱200几个人伫这个所在组织，是一个感恩的时刻，是咱操练要行至50几年，过来新的50年，一个真大的造就甲勉励。这是昨昏来参加的牧师啦、牧者做伙翕一张相安尼。伫昨昏的迄个演习的中间，我有讲一段，我感觉这真做我的结尾啦。我讲台湾是安那教会现在需要小组，较早都无小组，是嘛？现在也需要小组。第一，是因为台湾的时空环境变化，传统迄个亲属的家族已经因为工作流动的关系，都散去啊。昨昏阮拄好伫迄个车顶后结束的时阵有载即个王武聪牧师王武聪牧师因为伊今仔日去民族路教会讲有那周年庆的款，请王牧师要去甲因勉励啦所以阮就负责载即个王武聪牧师去饭店互伊休困。今仔日即个时阵伫民族路教会伫遐咧勉励安尼。开讲的中间，伊就讲，拄好陈佑长老嘛，甲阮加撞车，讲因拢是彰化人啦是溪州啦田中啦园林啦安尼讲。伊嘛佫讲着讲甲咱的名人就是较早拢少年时代的朋友啦因咧讲迄阵一阵因迄个彰化地区的遮青年迄偌赞偌好的大家斗阵足快乐的嘛足侪造就，无咧后来像这牧师有诶诚做各种方面教会足热心的人。咧讲的中间就讲迄个时代迄种大家共一个地区大家亲朋好友做伙，现在拢爱散去别位这是社会不得已的事啦但是因足少年迄个时代，大家做伙伫教会无共款教会互相交流、青年交流的时代。当咱今仔日时空已经转变了，台湾进入到都市化集中的社会，
咱叫做亲族亲属零碎化。咱现在若有三代做伙，一定足感恩的啊，对毋对？吼，啊，若无是，敢若爸仔母啊，爸母囝儿安尼，啊，无就囝儿娶迄个爸母娶细囝，剩的拢住无共款所在。啊，所以教会成员迄个亲属的比例就降低去啊。啊，所以咱意思是讲，平常时若讲亲情50要甲你斗听、斗顾、斗帮衬，有时有困难，毋是无爱，是无法度，因为大家拢住无共款位。啊，所以这也是因为安尼。啊，昨昏我有秀一张图 ，AI 的图讲，即个是古早时代的迄个家庭礼拜，吼，家庭礼拜。但是今仔日呢，现代人咱嘛会当做家庭礼拜啊，啊，这是家己亲族的人，毋过遮个机会愈来愈少，因为大家分散伫逐个所在。所以安尼是安怎？昨昏咱要研讨小组时间啊，因为咱要成做一家人。伫小组中间，才会当真正落实。这大家庭无毋对，这大礼拜吼，大家是一个大家庭，足闹热啊，欢唱敬拜，领受主的圣经的话。但是你要落实迄个家庭的迄亲密的关系，爱伫小组内底，因为正10个、10几个，才会当较落心嘛。你我熟悉度才会亲嘛，交陪才会清楚嘛。啊，过来教会有小组，是为着要接啦，承接迄个咱讲家族分散去，迄个欠缺甲无够，咱袂当靠家族的帮忙。啊，所以咱嘛一句俗语在家靠父母，啊，出外靠朋友。啊，咱伫教会内底就是讲靠咱属灵的家内人。啊，这要紧的是讲，毋是干那我单纯我拢承接，啊，拢你付出袂使，是互相的，对无？你我互相交流，我有开力帮助你，你有开力来帮助我。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举行这个小组时间研讨，是要互咱加强咱营造迄个小组属灵家庭的步履，来相辅相成啦，毋是讲无啦吼。咱家己有亲属的家庭、血缘的家庭，佮加上这个属灵的家庭，互咱伫现代这个社会，咱更有开力来向前行。啊，这也是为何咱拄则所讲的讲，啊，咱百外冬来较早都无小组，即嘛是安要小组，伊原因伫遮，毋是讲你无需要哦，啊，你单纯的讲无需要，啊就算啦，是因为你需要去帮助别人嘛。你有开力，有人讲我无需要小组，甲你恭喜，因为你有可能你家己足勇健、足坚强的吼，啊，你生活上拢毋免欠缺啊。但是你敢有想讲？咱有迄些软弱的肢体呢，有迄个有困难的人呢。我入来小组，毋是干那要享受你的服务咧，是我要去参与帮助别人。啊，这毋则是因为主耶稣的理由。啊，所以咱咧继续，咱还阁无，咱现在办这个小组时间，因为咱嘛无满意，无够圆满，因为咱教会也毋是完全小组化，毋是完全小组化。小组内面是因为你我。做迄个主的属灵的家庭内底，做伙领受这个祝福。因为主耶稣，所以咱要来唱这条诗歌。这条诗歌，咱真熟，一面唱，一面来明白讲，这圣经分来教是甲条歌词真清楚、真简单，好咱的一个命领受吼。咱拢诚做一家人，圣诗527首，咱做一个音就好。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诚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诚做神，因为耶稣立个名，因为耶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
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当圆满，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彼此的爱相患难，有时欢喜当迎喜，有时苦痛当相避，因为耶稣三大艰苦三人甜。这首歌词，有人讲，咱的圣诗600几首吼，逐首的诗拢是一篇讲道，一篇讲道。所以莫怪咱较早，咱有真侪老辈会友吼，因都毋捌字啊，但是也要读背会字啊，所以甲圣诗背起来。有时伊的信仰会清楚，有时袂输咱啊，袂输咱捌字读册的人，因为伊单纯甲这歌词成做一篇的讲道。我望咱拢真做一家人，也真做咱伫富强教会一个受造就、受栽培、互相关怀，真做一家人一个标准、一个基础。咱当心要来为着这事来祈祷。第一，咱甲主讲主啊，要真做一家人，毋是口号说话的，是我欢喜踏入伫这个主内一家人，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互咱三接纳，互相用听三款待。有一个名誉的关系，彼此相听，也拄起咱的软弱甲不足，换别人来帮衬咱。愿主成就，互富强教会就是一个富强大家庭，富强听的家庭。第二，咱为着昨昏举行的这个研讨会真顺序来完成，献上感谢。为着你，真做服侍者，献上感谢。愿主亲自接纳。第三，咱为着教会拄着病痛，拄着亲人死失，也拄着艰难的家庭，献上祈祷，求主赐乐安慰、扶持甲保护。咱为着教会有欢喜的事、感恩的事，咱为因献上祝福甲感谢。最后，咱为着家己的家庭、亲人，因搁定心来决志信仰、信主。来明白主的教示、甲恩典、呼召，来献上代祷。咱为着这事同心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我们甲保守圣神做工也扶持人民帮助。愿你主来将做一家人，是因为主你圣神的恩赐，主你耶稣基督保惠的成就，愿得到应允，愿得到这个成就，愿得到接纳，愿得到荣耀，愿被上帝的亲自恩赐甲扶持的大大领，感谢你。阮昨昏的这个小组事工研讨会真顺利完成，甲你感谢。我也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服侍，献上感恩，求你接纳因美好的服侍，特别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健康，身体上帝的祝福。对着困难、对家庭、对经济，求你怜悯保守。是的，主上帝，阮伫你面前谦卑，阮要成就、要承接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正做一家人的教示，我要认真去执行、认真去实现。因为伫主的内面，阮需要接纳、需要赦免，同欢喜、同哀伤。阮伫主内面，因为耶稣基督保护，互相赦免。主啊，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毋是口号赢人。是让阮真正活出听的教会。主啊，这个功课就是阮生命上要紧的功课。阮要一世人努力来做、来学习、来成就。主，阮将昨昏阮举行的研讨会顺序完成，献上感谢。愿你保守赐福，予所有200几位参加的学习者，大家领受到上帝你美好的启示甲带领，互因伫小组的内面来成就主的听，也互阮家己教会啊，伫即位大家人白白地着造就，搁较勇敢拍拼，来迈用头前的脚步，互教会事工，特别是小组，搁较真侪助力美好的器具甲造就。
我若将每一个家庭兄弟姊妹有拄着艰难的事，有拄着死失的事，有拄着肉体欠安的事，交托主，愿上帝你的安慰、扶持、医治甲透放，拢临到伫因的中间。我若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有人领受到祝福、恩典、欢喜的事，阮甲因同欢喜。拜上帝，我若特别求你保守，我每一个家庭，阮亲人朋友，无论是亲戚也是关家，阮拢求主保守，互大家家内的人拢欢喜领受这个宝贵的救恩的呼召，更较亲密甲主亲近，行上帝你美好的祝福，圆满伫主你的面前。愿将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交托主，也将每一个服侍者交托主。愿主你亲自应允、赐福甲保护。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奉献。会众起立，咱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啊，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的心里，奉献你所属事。会众请坐。这是咱来背这个月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16章24节。咱做伙来读。到现在，恁也毋捌奉我的名求什么，恁着求就会得到，通互恁的欢喜满满。约翰福音16章24节，咱再一解来。到现在，恁也毋捌奉我的名求什么，恁着求就会得到，通互恁的欢喜满满。约翰福音16章24节。好，咱来报告。下周礼拜的主理是吴金锦弟兄吼，吴金锦弟兄是咱本会青年，目前是台南新学院的学生。伫后礼拜拄好是南神纪念主日，所以伊要代表学校来伫咱中间来正道请安甲募款，请兄弟准备有备心来为南神的事工来奉献吼。第二，迄个后礼拜的事例是会旗姐妹，咱掀开周报第四页第一项。今日下晡1点半，伫咧2楼的会议室要召开第一季中级甲首长联合会议吼，请长老、执事甲事奉团队的首长会当有备心来参加，袂当参加的也请提出请假。第三点，本周是四旬节的第4主日吼，四旬节意义伫周报咱家己来看吼，伫3月29到4月初4是受难周。
特别伫即个期间，望咱大家当用敬虔的心来祈祷灵修，来领受孝念耶稣受难伫咱身躯顶的意义，会当经历耶稣的疼甲受苦。第四，本会伫4月初5过活节，主日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若有要洗礼，请伫3月22以前，向办公室摕报名单来报名。题目台牧区的迄个学生会当咱的詹牧师来报名。咱看第7点，第7点，教育训练部伊伫后礼拜日，伫3月22要颁发顶学期的奖学金，甲2025年读完全本圣经背经句以及抄写圣经的奖励吼。所以望迄个得奖的名单伫咧周报，咱家己看，家己爱注意哦吼。如果你无法度来，请你别一定爱请人代表你来领迄个奖学金吼。第8点，新生儿的喜讯吼，咱真欢喜吼。郑弘扬弟兄甲咱圣歌队长刘淑敏姐妹，吼伊的大千金结余吼，伫3月初9，上帝赏赐因第一胎的千金吼，愿上帝祝福伫即个家庭。这嘛亲像咱富强教会有一个大欢喜的日子吼，所以咱拢爱甲伊同欢喜吼。补充报告吼。我的新妇伫咧，因为伊怀孕吼，双胞胎啊吼，伊伫咧，开始，伫咧即个拜三上午要剖腹产，也请咱大家为即项代志来祈祷吼，互伊会当一切拢真顺利。好，咱看第5页，周报第5页，门徒事工的下面有3个新的课程吼，咱会当注意。第一就是富强门徒学校第2期吼，有13堂。第二就是迄个罗马书的核心福音核心，咱请孙宝林牧师吼，是咱甲德光教会合办的吼，有3个礼拜6的早起吼，也是第3是哀伤陪伴甲离婚关怀的事工，伫4月13要开始开课。若有需要，也是有意爱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来报名吼。好，咱看第6页吼，第6页牧区的消息。提摩太牧区开放的暗时，伫迄个咱的迄个教育中心的1楼微光咖啡遐吼，拜1到拜4下暗6点半到9点，伫遐开放迄个空间，互学生会当来遐读册吼。足侪阮即个年会的人拢知影吼，较早教会拢就是安尼吼，开放所在，互咱大家伫遐读册，所以大家成绩拢袂歹吼，拢信用真好吼，歹势，好。好，望你若有需要，就会当来使用啦吼。好，简单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做1、2项的提醒补充啦吼。就是讲，咱若伫受难周，咱拢鼓励兄弟讲，尽量迄礼拜吼，咱尽量卖出游啦、车花佚佗啦，吼，欢唱迄种的，是咱安静。来对事，也是讲来孝念耶稣的受苦。另外，咱即个过活节的洗礼吼，时间足赶吼，4月初5就到啊吼。咱尽量鼓励吼，小组啦，也是有兄弟要洗礼、更新礼、小儿洗礼，赶紧甲报名入来，因为咱要准备迄个读道班吼。较袂要到足赶，排无时间人出来，因为咱来2礼拜的即个研习无吼。请大家踊跃赶紧来报名。搁2项咱大岛团的消息吼，牧师特别来报告。第一就是讲，咱感谢主啦吼，咱即个基督受难前40天的连锁禁食祈祷吼，咱到昨昏已经超过300人啊吼，这是300勇士哦吼，大家互相伫这5、6礼拜中间做伙连锁一顿有人咧祈祷。这是上帝互咱美好的恩典甲应允，请咱继续啦。讲我还袂参加吼，你搁现在加入，还会当过2摆，过2摆人参与啊吼。请咱1楼来签名。搁一个消息有甲咱提醒，就是讲，咱受难周吼，迄礼拜呢，咱有2项的
聚会是足重要。万间咱会当甲时间拨落来。第一就是讲，咱拢伫迄个拜五吼，就是受难日的拜五暗，咱举行即个受难日的礼拜。咱有要主题叫做来思考耶稣的十架顶讲的7句话吼。咱迄个中间，咱也要举办一个叫做恩典的圣餐。恩典的圣餐的意思是讲，伊用咱的教制吼，教会制度就是讲，你洗礼才会来领圣餐。但是咱迄总会有开放讲，若是特别的时间，咱当做伙用食圣餐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甲疼。所以来迄天，咱圣人、大人、囡仔拢会使领吼。是足特别的恩典的圣餐，欢迎咱准备心来参加。第二项是咱今年新开设的咱大道团想讲敢若拜五迄天高峰安尼进前迄几天咱嘛爱好来灵修所以咱要试办的意思啦，开放讲。咱拜1到拜4，就是咱即个30到4月初2，咱要举行一个早起时的读经灵修祈祷默祷所以若你要上班6点来6点50左右，你就当离开佫有上班时间拢会赴咱为着讲遐早咱大家要佫去款食的无方便伤早食嘛袂使，所以咱有。中指会报备讲咱会当准备一个简单的早餐啦，咱通好煞，若无赶紧要离开的，落来做伙开讲交陪食早点，若要赶紧上班的早的，通人出去安尼所以因为要安尼啦，所以需要报名较知影几个人，咱准备早餐会较好势安尼。当然你嘛通讲我报名参加，但是我毋免食早餐，我要倒去阮兜食较好的安尼感谢主，因为咱是为着伫受难酒中间，更较安静虔诚来经历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咱伫遮要甲洪阳兄甲苏敏队长恭喜啦做阿公阿嬷上欢喜的是阿祖伫遮咱的迄个英贤姐做阿祖恭喜恁咱最近足侪因为少年的有诶较无伫遮，咱拢甲遮阿公阿嬷恭喜。事实意思是讲咱的下一代过来最近有连续几若个家庭领受到上帝祝福的囝儿这是足感恩的事啦咱继续带祷为着咱的即个公医师的新妇要保护站当然是伊的医疗过程会较爱细致所以咱为着伊祈祷会当真顺利生产一摆就做2个囡仔阿公袂歹佫一个小的报告就是讲咱基督教牧园拢会伫迄个受难周的尾仔日拜6举行一个对事牧园的对事礼拜咱会有足侪较早期的亲人拢安葬伫遐，你若有想要参加，按照即个时间去参加即个。牧园伊嘛有公告讲，对4月初4就是开始，因有整理一个，咱即马拢流行执照有无有一区一个无介大啦毋过会当做执照的有的家庭亲人若有需要会当使用就对啦最后我要感谢讲，咱顶礼拜牧师赶紧呼吁讲咱的文道校欠人啦，第2期的欠人所以今仔日听讲10几个报名所以有正式开课感谢主。所以咱有文道1甲文道2的开课，佫有几若项演习的消息周报内底嘛拢有印出来比如讲咱即个罗马书的演习咱要密集的三个拜6早起若听这时间有小可改，就是讲咱因为5月30咱教会嘛办一个即个研讨会，科学的研讨会，所以咱要伫5月第一摆5月初9就要伫咱遮办若你时间会好势，欢迎你来报名当然迄个时间有甲咱的上年聚会有点冲突啦，袂要紧。上年来听健康知识一般的会友来听即个圣经的教示，拢真好咱开几若班的意思啦佫另外呢，咱有即个拄则咱这科学甲信仰研讨会有咱欢迎咱报名啦，对即个理性啦、科学有趣味的欢迎你用 QR code 来报名来参与伫咧中间好咱报告就到这，咱来做结束。
感谢牧师详细报告吼，咱来唱上营386首，上营邀请牧师来祝祷。夜漫漫漫过万年，愿百姓的美行诚信，俄罗三位的兄弟，做命流传的到万世。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此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咱密道来避讳。第一场的聚会到这，请兄弟互相请安问好，让上帝祝福咱大家。